好啦，星期四晚啦，烽火台又嚟啦。今晚有邊3位台主？有我自己啦，有方臉雙，你好，有黃東。今晚呢個係僅餘嘅陣容啊，因為我哋有另外3個台主啊，包括咗就係阿林玉鳳啦、李展鵬啦、大炮譚啦，咁就即係去咗台灣嚟觀選啊，即係仲有40個鐘頭到啦嚇，即係星期六晚呢個時間，即係大家就知道即係大概知道啦，即係得票幾多啊？馬定阿謝贏咧，咁就即係星期。多難講啊！啲澳步都行緊啊，有呢個澳步下嗰啲真係好犀利添啊！我相信越近嗰個投票嗰日咧，會越嚟越犀利添啊！烽火連3月啊嘛，咁就嗰邊唔知啦，咁等佢哋翻嚟啊嘛，下禮拜應該就會即係講即係台灣選舉嘅，我哋就會啊。不過今個禮拜乜嘢嘢咧？今個禮拜就講呢下嘢啦，呢樣嘢啦。尋日新鮮出爐啊，公共交通優化整治方案啊，政府出台一個諮詢文件，咁有3大範疇。第一就10年開放呢個巴士嘅呢個路線徑頭啊，第二樣嘢就要開始考慮呢個9座位小巴，另外就發財車咁又都會即係有規管，有規管咁啊，另外就有步行系統咁好啦。幾樣嘢咁啊，先講咗個巴士先啦。咁啊，政府話今年嚟講就開始去考慮，即係咪要即係整頓呢個巴士服務啊，優化巴士質素。09年就開始招標，10年咧就有即係呢個新嘅呢個嘅牌照發出嚟。其實點解要咁耐先至搞咧？真係搞2年。其實舊年4月已經話要，即係話個續約嘅問題已經話要停止啦。咁就搞到而家先出呢個咁嘅一個報告啊，一個顧問報告。但係呢個顧問報告咧，覺得咧就冇乜意思嘅。因為點解呢個顧問報告同我哋所講嘅嘢咧，即係以前所講嘅嘢咧，就冇乜分別嘅，就話要優化，又話要步行系統啊。唔好，以前幾時就話要開放巴士路線經營啫？唔係，以前已經曾經好多人講過話，將嗰個巴士路線而家重疊得好犀利啊，要2間巴士合而為一啊咁樣啦。咁但係而家出嚟嘅時候咧，就唔係話，喂，我哋即刻要有個新嘅措施，可能要招標，可能咧出年咧10月已經行啦咁。而家唔係喎，又會拖多2年喎。唔係，有人問過政府呢樣嘢，咁話你都要俾我準備個招標嘅程序，都要有人遞標書入嚟，遞完標書我都要評標，評完標我中標啦，中標等佢哋開公司，開完公司要等佢哋買車，要請司機，咁2年差唔多㗎啦，即係政府咁講。嗱，我覺得就咁樣嘅。點解我哋好似熟口熟面咁咧？熟口熟面㗎而家。我又唔否定佢嘅正面性嘅，呢份嘅總嘅嚟講個覆蓋面好廣，係嘛？亦都係叫做照顧各個方面。問題係可能咧就係之前好多嘢我哋片段咁樣啦，個別咁斬件已經出過嚟㗎啦。咁所以我哋睇翻嚟而家 puzzle 咁砌翻埋嚟，我就覺得冇乜新意咯。可能就係咁。嗱，只嗰2年嚟講咧，專營權。今年屆滿之後嗰2年嗰個時間，我覺得係長咗啲，同埋咧就臨時性嗰個，即係點解要搞咁耐？嗱，淨係呢個專營權嘅問題啦。佢話你俾多2年佢做，跟住咧就話2年之後咧佢開放晒嘅。係啊。如果我係呢2間公司啊，如果我係呢2間公司，喂，你而家俾我做，即係揾我過橋啫。係擺明過橋㗎啦。2年後咧，你又開放晒啦，任人投啦，係我都投得啦。咁我都投得㗎嘛。你開公司嘅話，你都投得㗎喎。係啊，係啊。好啦，咁我仲加詭秘，我又覺得呢個咧，跟住佢話咧就話開放嚟投，但係咧佢好似係預設咗俾而家做嘅嘢咧，因為佢有個而家咧。而家嗰2個過渡期咧，佢有個叫做服務嘅評核制度啊嘛。咁佢就話：如果你評核制度得好咧，你就可能咧就話對你將來嘅營運路線嘅權嘅競投咧，原經營路線嘅續營咧，又有好多好處喎。咁即係話你而家咧就已經話俾得，喂，你而家你2個都會有份㗎啦，係咪咁嘅意思先？之後你做得好，我有份，之後氹住你。跟住又話有咁唔通話佢冇份？咁唔通話冇份？又唔可以話佢冇份。咁跟住又話開放個市場。嗱，公共服務咧評核制度呢樣嘢係澳門比較少，係啱嘅。呢樣嘢本身係啱正確嘅。只不過嗰2年嚟講啦，我同意阿汪講法，的確係有潛台詞，後面究竟係咩意思咧？係咯，可能就係涉及某啲俾人理解啦，起碼就係存在一個利益嘅輸送，或者係政策傾斜咗，俾人理解起碼就咁樣。你叫我過橋2年後又話要到有評核制度，即係我哋去投標嘅話，假設我哋公司去投標嘅話，咁變相嚟講，其實對我哋唔係公平咯。唔係，即係我就咁理解啦，即係話你梗要有啲鼓勵措施，鼓勵佢呢2年做得好啲㗎。獎有份啱㗎，即係你話你呢2年嘅營運嘅質素係可以考慮，即係作為評標標準，我覺得呢樣嘢冇問題喎。呢樣嘢又基本上我咧就贊成佢，即係線路咧。就話俾人投，即係用線路嚟計，就唔係用一間公司，可能一間公司嚟計。
即係話呢條線就可能，如果有10條線，係咪就可以有十間公司去投咧？有俾咗批佢俾10間唔同嘅公司咧，呢個就有商榷嘅餘地咯。大家認為幾間公司，理論上係㗎大家認為幾間公司為之適合先，即係幾個牌照為之適合先對於啫。澳門嚟講咧，係必須要講求市場規模，你冇理由要求嗰啲乜嘢都要政府補貼，乜嘢都要蝕之就安樂噶嘛。咁咧，我覺得極限係3家，最好都係2家。關鍵唔係話多與少，而係政府嘅監管同埋公民嘅監管有冇。但係我有個問題喎，制度嘅完唔完善？我有個問題啦，譬如佢有10條線，有5條線係好嘅，有5條線係唔賺錢嘅。咁啊，我梗係投嗰5條線啦，可能有2間公司投咗5條線。咁而家佢話咧，有啲線咧就補貼嘅，我就唔投嗰5條蝕本嘅線啦。好啦，咁跟住佢話我要補貼嘅，咁我先投嗰5條線。咁咧，即係我投親都知賺錢㗎啦，即係肯定你要補貼啊嘛。如果有選擇係人之常情嘅喎。咁嘅時候即係話你使乜開頭啫？實有人做啦。咁即係冇一個即係話係個責任感啊，個營商個責任感啊。即係營商應該捆綁埋佢㗎嘛。即係我話你呢樣嘢，我自己都好唔理解，即係全世界都係啦，即係。一定係有即係叫有盈利的路線去補貼一啲叫營運效益低的路線，即係全世界都叫咁做嘅，都叫即係捆綁式有一個 bundle 咁樣去即係成扎嘢咁一齊去做嘅。即係我就唔明點解今次嚟講就話有一嚿嘢即係叫補貼。你話補貼呢一個嘅叫學生啊，補貼長者呢樣嘢，我完全理解，係因為呢啲係即係叫做低消費嘅一群嚇，即係話佢可能消費能力低咁樣要補貼佢哋冇問題。但係點解要有啲路線要補貼？就因為佢哋冇錢賺，有錢賺去補貼，冇錢賺亦唔得咁樣。呢樣嘢我就好奇怪呢樣嘢我就。咁變咗話佢咁嘅頭髮係冇意思嘅，即係話我咁10條線咧，如果你話唔捆綁嘅話咧，即係每條線都可以做嘅話咧，又政府又即係又補貼嘅話咧，咁就政府即係話一定賺嘅，即係投嗰啲線都一定係着數嘅，一定着數嘅。俾我都會去投啊！真係最好嚟講，梗係政府盡量減少干預。但係呢樣嘢好明顯就係你唔干預係唔得，即係你唔補貼。巴士公司係唔得嘅，咁樣嚟講就我哋覺得有保留咯，起碼就，即係佢開放市場之餘咧，又咧想話咧就係話係人，即係話有人去做，咁但係話即係包保，即係話即係變咗即係聽邪就話學你話齋個輸送，即係一定有利益㗎啦。唔係佢話輸送啊，我講過啦，一定有利益㗎啊，咁冇理由㗎嘛。第二樣嘢就話。你優化啊嘛，其實你話優化個路線優化，其實而家點解我哋個公交系統點解個人都鬧過兩食咧？係咩原因？其實歸根究底個症結係咩先？就係未優化、未整。點解未優化咧？其實就係話我哋嗰個冇得搭車嘛而家。咁但係巴士公司話唔係話我冇車俾你哋喎，係冇人揸車啫喎。係啊，咁所以變咗就冇人啦，即係唔夠車嘅班次喎。第二方面就話，所以2年嘛，所以搞2年咪啱啱等佢請司機啊嘛。你而家即刻都冇人揸車㗎，而家即刻都。第二方面個道路嘅問題喎，但道路方面就塞㗎喎。咁其實就話你如果優化，你有先決條件就係你個道路優化先得㗎嘛。我道路優化我哋一陣會講，即係新馬路嗰個即係整治大計啊。呢個係新馬路咧其中一個範疇，但係你站喺全港澳門，即係我哋要求嘅係咩咧？希望整體澳門3個島咧，澳門氹仔路環都能夠通盤考慮。即係而家好多時就頭痛醫頭，即使你呢份方案嚟講咧，都係只可以集中講新馬路。於是，我哋唔係話佢唔啱，只不過咧就即係依然係局部性質咯。阿方講我理解佢就係全澳門，我自己亦都係咁嘅睇法，必須係有一個全澳門咁嘅國度戰略性嘅咁樣去睇先得。如果唔係嘅話，你始終冇辦法。你即使增加咩9座巴或者係淨係搞掂新馬路啊，或者係步行系統等等啦，全部都係局部性嘅。嗱九座巴我亦都一個係覺得係不切實際嘅一個方案。呢樣我哋一陣講啦。唔係繼續講啦，繼續講。